看一下嘴巴，来张大嘴，啊，别动，别动，张大，张大，张最大，嗯。我看它舌头上没有很明显的那种白色的附着，上颚好像是有一点点白白的，整体量应该不是很多，因为小朋友状态还是可以。然后我们暂时决定还是先不洗胃了，在这边观察个4个小时左右，一般4个小时胃也排通了。然后你这段时间就先不给他吃东西，我给你挂一点护胃的药。行。护胃药，然后再加上一点那个就是葡萄糖水，因为你这段时间不吃东西嘛。挂点葡萄糖。体重是多少？体重没量，那个80就80-90吧，90那样。啥？2岁5个月的孩子啊？刚刚称多少？13，输完液以后时间久一点，然后把那个肝功能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晚上还能查肝功能吗？这要可以，24小时都可以查。很远的我们。这和远近没有关系，你都已经来医院了，然后而且小朋友喝了一个不明成分的一个东西，我觉得你该查的今天把它查好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回家也放心一点，好吧？然后就一个是肝功能，然后一个电解质，还有一个心肌酶，就是主要是对这几个的影响，其他的就可以再观察，好吧？